看啦，你毋免遮无用哦，去穿遮啊，袂用啦吼，作用无大啦。你看伊拢安尼写，一个人上大的美德，毋是外表吼安尼生了足水，毋是拥有足侪财富，嘛毋是才能足济。人生上大的美德是慈悲。啊，你慈悲伊写本底就是佛佛的德性就是慈悲喜舍啊！咱真仔就爱一再甲强调，因为咱就毋是佛啊，咱是众生啊！众生就是贪、嗔、痴，拢想要拥有，坐搁要坐，想要占有，想要占便宜，到最后是吃大亏。所以知影的人，伊就写出来咧勉励人，安尼敢是真正的法门。这叫不得已。咱像明夫子咧教人辩伊讲我毋是咧爱辩咧，迄咧辩足忝的咧，爱搁讲话出力咧，再用足侪智慧有无？咱讲智慧出啊。当时明夫子的时阵诸子百家，迄是咧比智慧的咧，因为内底有的人就是甲孔明的大德，甲讲互毁伊啊，甲讲互毋对伊啊。所以明夫子不得已爱出去辩，所以不得已，咱强调足侪仁义礼智信孝慈，爱尽忠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咱写爱八大单位，这是不得已的，不得已是假名，这是方便的法门吼。咱爱去照着遮有形有相的法门，进入真正的无法的法门，所以用无法法、法法和正法，安尼这叫做歌手安尼就对啦。咱互相做一个勉励啦。所以人讲咱毋是安尼讲嘛，讲你上好拢莫讲话，因为你只要一开口，行家便知有没有。咱一听就听到讲咱真仔学到多啊，这是事实的啦吼。若拢莫讲诶，拢莫讲，拢无人知。这是咱家己修持的境界啦。如果若是要刷拖要徛讲台，你尽量讲，但是爱讲较好势，安尼所以咱刚才迄讲师伫遐带咧等咧。伊讲下一个讲师讲会带，较袂带。我讲你口才遮好，你到底是要带要带？你口才上歹嘛好行啊，对毋对？你安尼滔滔不绝，到底是要为虾米咧带？伊讲，这我来找一个方法都袂带，安尼就对啦所以讲这真正是爱练的，逐个人拢爱去修炼嘛但是修炼最高的法门就是毋免讲，就是恢复清净。简单讲啥？你清净就是拢无咱想的，无咱烦恼的。咱拢讲我烦恼，开喙就是我烦恼的，我想的，我安怎样的，拢袂去讲着佛说的一个法。咱的老夫子甲咱讲过啥物法？这法离咱足远的，法得离咱足远啊！莫讲是迄个无法之法，这是事实的一句话啦。所以头就是爱学法，法了解了后去做。去做了后，火候若有够啊，自然就袂记即法啦，就忘法啦。所以咱当时毋听过颜回夫子一个作妄之说嘛？伊会作妄，伊头仔去甲伊的老师孔雀女讲，伊即摆做到啥？孔雀女甲伊讲，你安尼伊拢无甲讲啥的。迄颜夫子家己就知，因为面相无扫嘛这等于咱家己去看啦所以讲。拄则互我有讲嘛，人间六亲不和，则强调孝慈。咱道场呢，是互咱甲道找倒转来，然后互咱学修讲办行。所以咱道场伊咧经营的，咱若讲以即个企业啊、趁钱咧经营啊咱的经营是要互咱六亲平安、共道行。六亲拢平平安安，拢来坐大遮，拢有伫道场，咧行功了完。你看咱道场是毋是拢安尼？说对的，说啉的，说饭的，说
个家族的呢，这是6000个演化出来的，拢平安伫道场咧行咧，共道行共动，伫即个找回家己本来的道遮咧做即个行持呢，这是道的水嘛吼。那么咱咧修行哦，是到底要安怎修持？这讲袂了，说袂尽嘛，84000个法门。但是老师吼，甲咱安尼讲，甲咱安尼勉励。你讲修行吼，就是用生命上光明的，生命上光明是啥？就是孝，就是慈，就是仁，就是义啊，就是忠啊，就是忠孝节义啊。即摆因内法毋是咧做嘛吼？这一时咱敢知？大时几点咱敢知？8点。但是我敢有咧看？无。人互我知吼，因为即个社会失去忠孝节义啊，所以杨丽花伊搁去传的来演忠孝节义啊，你敢知影？咱伫道场吼，有可能咱听到伊搁要讲忠孝节义啊，你看伊离咱，伊看惊咱偌亲，咱是偌幸福，咱是偌高贵啊，咱拢毋知影，搁向外去咧，安尼欠着路伊就对啦吼。所以这是上光明的位，咱要来断上黑暗的轮回，轮回上黑暗啦，轮回上苦啦，轮回上残忍啦，轮回是佛菩萨吼，伊心中上疼，伊看众生咧轮回，实在是伊的上疼着对，伊毋且会倒驾诸行。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观世音菩萨呢，因为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，因为众生病啊，所以菩萨病足严重的安尼就对啦。因为诸路不好，所以是大人有够艰苦的啊，这是安尼呢。所以讲吼，伊即个道理逻辑拢共款的。所以在修行内底就是本底咱有一个极限。咱有个性，咱有脾气，咱有毛病，咱有执着，到尾啊，咱来借着刀甲伊挡掉，叫做扫三星，去四相。即个道理就是安尼吼。咱互我讲足久啊，所以咱来听一首道歌吼，来做一个体会吼。咱来听咱老师的心声吼。心上了
三星空呀，四象虫呀，花不人却显明表。我连祖星光好，满天是爱照。所以讲，咱即马，咱后壁的电传师团队吼，咱来看，咱时常看到他们都不在，对不对？有时阵，咱的真人、副真人来嘛都不在啊。为虾米？天涯贤徒长都不见了。因拢有执行咱济公老师互因的指令，海角天涯。然后带着人才干部去咧找吼，甲遐有缘的找倒转来。为虾米？要互伊来修行，互伊人生得到上大的光明，互伊找着道，互伊来修道、学道、共办道，行在即个道上，安尼才袂去继续踮遐吼黑暗的轮回。所以讲吼，咱若是有迄个机会啊。爱倒去学习吼，好，这是在这个修行啊吼。那么修行吼，咱修行修的是心嘛。因为咱的心吼，简单讲有三心，所以咱较想着想过去，较讲着讲未来，执着现在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每一个现在又搁是过去。每一个未来又搁是现在，安尼踮遐轮回不息啊。那么修心就是要教做爱三心四相、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咱做读所不是做歹相吼，甲伊扫掉安尼啦，安尼就修咱的心。当咱的心伫啥物境界，那么咱就活伫啥物款的世界啦吼。即种道理相信咱拢知，所以看这。长辈塔又来了吼，伊安怎讲呢？伊讲吼，父母得爱奉养，子女得爱教养，身体得爱保养，感情得爱培养，饮食得爱营养，若破病吼得爱调养，讲话得爱有涵养，做人诶爱有修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有8句这咱敢知？啥毋知啊？捌字的一看就知啊。咱敢做袂好？做袂好为虾米吼？这足奇怪诶！这叫做爱有功夫，叫做爱练功夫。是讲每一个专业，伊要成功，伊必须爱请师傅来教，对不对？敢有人咧吼，专家学者无老师诶？无啊！咱道场为虾米会当传的？无师就不说行啊！若无大名师吼，袂当讲即种胜利军团啊、胜利天道是无人有法度传的啊。你像吼，互我最近咧看迄个撞球，为虾米互我看撞球呢？因为戏歹看，新闻嘛歹看，无所不至，逐项拢歹看。啥物阁袂歹看？运动加减仔看啦吼。迄个撞球吼，真正迄是技术性的。智慧性的，搁专注的，个影片我都摕袂出来吼。安尼爱有老师咧教咧，头仔咧学师啊，偌艰苦的咧。互我要比喻的是讲咱真啊，咱真啊，敢有拜老师？有嘛吼？拄则老师有讲啊，你火行若练好啊，你着来南屏山找老师啊。老师在哪里嘛吼？就是讲，老师毋是随便找的啦，毋是随便你看会到的。火校爱有够才会找着老师，才会有神通啦吼，才会吼通咱的老师安尼啦。这是方法落来，佮要甲咱讲的吼。咱拢知影即个道理，咱嘛知影讲，我免强调仁义啊，我友好是应该啊，我是大人，相对下就是爱自强，但问题我有个性啊。我个性都做袂到啊！我
我著生来就安尼叫秉性啊，内阁有习惯性啊，就拢有法性啊，咱歹性毋是天命之谓性，所以咱求道吼，直指人心，直指见性，要互咱知影本来的真面目，然后老师传啥物互咱？这叫做方法啦。咱敢知迄个撞球是毋是一支小杆？迄支锤啊，我甲伊讲锤啊，吼，迄要安怎扛？迄爱学足久诶嘿，迄拄伫地，你球遐安怎看？迄内底几若十粒球，有六个洞嘛卡。你有毛球，互伊讲来看足久诶，因为互我最近有一点仔看了小看捌啦。所以功夫吼，毋是遐尼简单学诶。咱敢知影中国大陆哦，因有诶拢10几岁就开始吼，你去学校拜名师，迄是全世界诶球王出名去咧教，迄教迄偌济钱，咱敢知影？迄学甲真啊，对无？毋是3年4个月，迄有够久啊诶！迄若讲一个世界性诶比赛吼，打不进去呢，36强打不进去呢，拄啊今年较好小看吼。有几个啊卡入去啊，总是认真学的会有成就啊。但是你爱叫老师甲你教去学啊。起码咱话讲倒转来吼，咱老师甲咱教啥物？咱有咧学无啦吼？因咧学球，用偌济时间去练，咱敢知？迄叫伊的职业呢。咱即个叫半成半还嘛吼，无嘛爱一半一半。咱来看咱拢学偌济啦吼。老师啥物拢无传，伊甲咱吼一直中央会，然后万八迄是靠咱的功夫啊，但是伊传功夫互咱学，传啥物？传三宝心法。那么三宝心法，咱敢有咧练？人讲一铺十行嘛，甚至讲哦，咱即下伫外王拢。拄则前年嘛有讲啊，咱外王实在吼，拢做甲足认真诶啦。但是吼，若讲着脾气甲毛病，拄则讲话爱有含义无？有时讲诶话出来真正无好听诶，咱敢知影？若像我有时咧应话无即音，哇，伊个应毋对伊啦，无涵养诶，修养嘛无好呢。个性10年后嘛安尼，10年前嘛安尼呢，话较讲着迄落话呢，吼。即种诶物件吼，老师毋只会使三宝心法，伊就是要互咱修心养性诶。所以咱讲，我嘛知道理，我拢知，但是我就是修袂好啊。为虾米会修袂好？爱老师教你爱学啊，你学袂学？家己想家己学，老师教拢总无学。你若去教人拍左球无，一下就拍出去啊！因为方法拢毋对，要哪学诶？若拍左项球更难了。咱敢知影左项球，只要拍你伫世界16强吼，一场拢摕几若10万、几若100万的，若是小王一场赚了，拢几千万的呢。我毋是咧讲钱偌济，迄咧讲一个专业，伊为虾米有着专业？迄是伊足认真、足用心去学来的，甚至哦有一点仔天才型。所以每个人都是天才啊。只是讲咱若无修无练，就变蠢材，到尾也嘛是不才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明明老师就教方法啦，但是咱家想看卖啊，咱一工修有3分钟无？咱的心拢咧动，一直动袂停呢，静袂落来，静袂落来呢？为虾米若静袂落来？因为方法毋对去啊。那么方法其实老师拢甲咱讲甲足清楚吼，甚至安尼无够，咱的弥勒祖师佫来写一部经叫做《弥勒救苦真经》，救啥的苦？救咱的苦啊，咱做者苦的啊。所以咱若咧苦的时阵，你毋要电话压起来开始敲电话呢？敲来找啥讲？找啥讲？咱若咧艰苦紧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。若功夫佫较好诶咧，进入无理真经，佫来咧，爱会晓修行。当修行，你着看到你本来诶真面目啊！会知影咱诶真是讲心灵吗？性灵吗？
伊嘛是修来的，要安怎修？修迄个心嘛，修心养性嘛，修心练性嘛，洗心医性嘛，安怎讲嘛无离开心性啊？所以咱真正伫外做的，叫咱内咧做的，伊不平衡，不平衡就会被平衡，不平衡才用课来互咱平衡。有的课的啦嘛吼，所以你看咱导流一批批的人才，老师说能撑多久？因为科研有一天一定会到，春夏秋冬，它不可能都是春天。当咱春天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夏天在后面等你呢，会很炎热。过来咧，现在已经秋天，甚至要立冬了。伫大陆是会落雪，无永远拢是像咱讲的春天。这是叫做咱智慧的养成，叫做咱的认知。所以咱早也知影，我们就不会被考倒，因为考验是一定爱考的。那么咱要来应付课，学生啊应付课就是认真读册啊，修行人诶，爱培养智慧啊，毋是拄则讲的智慧，做咧是不得已的。咱真正的真智慧，那么要用啥物来练？方法非常的多啦，毋是讲打老师的三宝心法，但是三宝心法就是一条捷径，上紧的，伊是上紧的法门，效果上好的。你若毋相信，你转去练看卖吼，因为这嘛是我的心得，这嘛是我的经验，所以吼才会用三宝心法来叫咱做报告吼。这前面讲的4句，咱嘛无希望是安尼啊，咱希望大家无废掉。咱希望吼，咱毋免去对付迄个诈骗、迄个虚假，但是咱家己嘛会虚假啊，咱嘛有一个假面具啊。我希望孝子是做自然的，对咱讲国家真重，对咱即个道体、对咱的中心，咱是会永远拢袂变卦，迄叫做重。因为我们就是义和圣堂，我们就是心意的义和圣堂，这是一条的金线。这是真中，真中、真义、真孝、真仁，所有的美德拢出来。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道体嘛吼。那么咱要如何达到这个会校？互我的经验，互我感觉讲，咱爱来找着真的，就袂有假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想讲真啊，人讲起码吼，毋知佫有咧起无？我毋知啊。真啊，金啊吼，咧起大价时无，啥物倒出来，咱敢知？假的金啊，人就去做足济啊！这人间真的是不好玩啊。但是咱真正修行真人啊出来，绿插就无伊啊，这是一定的，这是自然的。那么如何要显出本来的面目？咱的弥勒救苦真经甲咱讲，老母降下通天洽。咱敢知影人的苦伫倒诶？苦伫人的心，人心。人的心就无好啊！你为虾米毋去找天较好诶，找佛的心上好啊？所以三宝的第一宝，互咱通天的窍门嘛。人讲江湖一个诀窍，咱拢得着啊。口诀，诀甲窍拢互咱得着，但是你爱去甲修啊。咱看咱捌去咧找咱的真人无？咱的目睭是剃透大蕊的。咱捌咧8分开2分开吗？咱若看到啥，咱拢甲8分开2分开就好，念伊就袂记一字啊。是讲咱要做，应该甲做好，毋是讲拢安尼散，不是那个意思啊吼。就是讲做认真当伊做过啊，嘛拢甲8分开2分开，永远活伫迄个真人的世界，安尼就无绿插的作用。当然，咱难免听到、看到、收到。想着过去，想着悲哀，想着啥物，想着欢喜嘛共款呢，拢爱甲万念收来一念，安尼毋才会找着真的吼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所以无法度去详细吼。你著去甲收看卖就知啊。有闲你著遐8分开2分开啦，无有闲就著遐讲话。较无迄草食的讲师讲，既然咱真正修行。用三宝，咱若袂晓修的，就毋知影啥物叫修行。我是要修咱对啊，是要修。玄关伫对吼，爱去搞清楚嘛，怎么守玄？
啊，你爱搁修下字，迄啊用功，迄练足久的，所以拄则着我毋是讲吗？迄着火候爱练到有好的时阵，人品才师来找呢，才有法度去交老师通呢。啊，若袂用，我嘛交人通。啊，人有君子有小人，若交君子通毋还好。啊，若不时的去找小人，安尼要安怎脱离开即个黑暗的轮回？有点困难啦吼，所以这叫修行嘛吼，无影山前对合同三宝，这三宝吼一起用。所以人当时吼拢安尼讲，修行就是爱一门深入，啊对一个门，迄个通天桥的门拢甲咱玄关正门拢已经甲咱指点啊，搁落来就是爱长时熏修，咪这样就会啦。3年、5年、10年，甚至有个人哦，爱几世，因人而异啦吼。这是一门清理的功夫呢。当时有一个禅师嘛吼，伊就在遐坐禅，然后伊师傅，伊坐禅就想要成佛呢。伊师傅就要来甲度啊，师傅安怎甲度呢？伊逐工在遐坐，师傅就去摕一个砖啊，逐工来伊头前遐磨。即个坐禅的看一个久无，感觉做好奇的讲师傅，你是磨迄块砖啊要创啥？师傅讲，我要甲磨做镜啊！即块砖啊吼，认真来甲磨吼会变镜的，互我照。然后即个坐禅的禅师看听一个转会意呢，伊甲讲，你磨砖啊，你哪会做镜啊？师傅讲。磨砖啊，若袂做镜，你点在遐坐，你就会成佛嘛。伊怎开悟呢？所以当时吼，咱的恩师济公老师吼，来义和圣堂甲咱讲三宝修持的法门呢，咱若毋是等于看修道方针的款，迄办得安怎办，修得安怎修，老师拢甲咱交代阁清楚啊。是咱拢无咧看这哦，拢可能啊。电视台开的拢几台，咱敢知？2、3拍台啦吼。迄若MOD 拢甲订落无，就200台，才会遐转台，无咧看，拢伫遐安尼转过来转过去啦。五花十色的世界，使人心凄迷啦。六亲拢伫遐恩爱啦，毋知影强道行到尾恩来，然后失去平安啦。若是在道场吼，就不在劫中啊，六亲会当平安强道来行，安尼偌好诶呢。咱只是讲毋知要知就伤慢啊嘛吼。所以讲修行是有方法诶。迄个师傅才去度迄个禅师嘛是石头西仙啊，怀让渡石头的样子，就是一个师傅去度一个禅师啊。现在济公老师来度咱呢。磨砖啊是袂成镜，坐禅是袂成佛呢。但是老师讲哦，你修行嘛，咪逐工拢点坐在遐修行呢，毋是安尼。迄行住坐卧你拢会当修行呢。互较仔呢嘛会当去修行，看到本来的真面目呢。只是讲看伊停留是长还是短安尼。火候吼是深还是浅，拢爱练啦吼。所以伊这吼一门深入，就是安尼修尔，迄是上紧的法门啊。比如讲，当咱安尼烦恼心的时候，念念咧求靠真经，不如你去二目所学，安尼自然心得慢慢的静了，甚至吼舌搭天墙，咱来讲吼。所以一门深入是长时的熏修，咱修一下就想要成佛啊，无效，我修行嘛无效呢。我用《无理真经》嘛无效呢。就火候未够，做嘛无效。火候嘛有够，伊自然就咧功效出来啦。所以咱来看一个影片，参考一下啦。
爱像爱伊的功夫，敢是拢毋免练就才够。迄户口有影做后斗的，但是户口拢爱用双手。户口嘛咧斗真准啊吼，但是你看伊迄个功夫，迄拢毋免练就才够吗？不可能嘛，对啊。咱就会幸福，咱就会有火候，咱就有修养，咱就有涵养，咱就有智慧，有德性。迄爱足长时间的去修，修就爱有师傅甲你引进门啊，然后修行在个人啊。咱上天就赐咱三宝，但是我咧观察，咱三宝上无咧修，拢摕来咧弘扬化给咧。平时就无咧修，乃弘扬化给咧是上天要甲咱显化。即马若毋显化，即马台湾无啥物显化，若毋显化，讲这道拢无效，前辈才拢骗人，拢无影，不是这样子的吼。咱毋得爱想讲，咱是用偌济去修，咱修了到底是安怎修吼？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。对落来，这才有够简单的法门啦。别样的法门就是讲足简单，逐个人拢会当修，甚至讲行住坐卧，啥物时间你拢会当修，安尼毋才有殊胜。当时吼，红颜记拢就爱去坐禅、打坐、参禅，就学袂参，也无名师，就先甲一指啊，拢无人嘛是苦修苦练。咱怎啊煞倒变？明明的一指啊，咱个毋去恶目首旋呢？明明的无字真经，但是咱毋念呢？爱舌搭天桥，可是咱就爱安尼七嘴八舌安尼，咱知无？三心四相，若拄着人就讲袂煞啊！拢咧讲啥？你毋是等下，咱拢去遐听，看拢咧讲啥吼？咱毋着有时间，咱着爱持念老母降下通天的咒语。舌搭天桥就通天了，毋是吼，若是舌搭天桥，自然通天，就可以闭六门，摄其对，闭其门。这拢是吼，交经典拢是一贯的。若无用这哦，你无法摄其对，闭其门，六差你无可能你家己也会调啦。你只要舌搭天桥，然后无字真经，用心持念，有神通。有神通，毋是今麦要来点神通啊嘞！太子爷的神通是说，伊要点神通啊，你即麦目睭拢闭起来，目睭拢暗暗，若目睭闭开，就去光明啊，就是讲，迄是咱的神通啦。神通哦，毋是我奇奇怪怪，是人自然的功用。若我讲用心，咱用心去持念，咱自然兼神就会通，爱着感而随通。伊就有灵感，毋是讲咱会点啥物神通，是咱交神会通，爱交老师会通，交前辈者会通。这叫感应，感应是修行内底足悬的境界。感应毋是迷信，感应毋是着相，伊是自然的。譬如讲，前夫子的妈妈要着急，有人来啊，伊要吼找前夫子无电话，伊安怎感应？伊夹枕头啊。无主就会连心，迄叫感应，迄是自然的。但是哦，咱若袂去修行，咱就讲毋好去执着修行。问题就是讲含修拢无修，就讲拢咧执着啊。这是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啦吼。你毋得修而无修，自然就袂执着啊。咱是未修，就讲迄修迄会执着，那就很奇怪的逻辑。这个通天咒语是要互咱来持咒的，所以你看我们每天用多少时间去持咒？你若迄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净土宗的嘛吼。有一个弟弟就咧修这，伊无论安怎开喙拢阿弥陀佛。伊阁有念书吼，伊摕哩无咧写啥，拢写南无阿弥陀佛。你甲看咧规个拢南无阿弥陀佛。因兜24点钟拢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咱拢念啥物佛？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，咱到底咱的用心伫对，咱的成就就伫对，咱敢知？咱用心伫对，咱的成就就伫对，所以一切看咱的用心。这是即句话已经算足简单的啊啦吼，迄若佫讲落就无好听，所以这叫持咒。
然后咱有佛说、弥勒、救苦经。上天哦，这佛说不是甲咱交代好，伊知影咱会有苦，伊就写一部经互咱念，咱敢有咧念经？咱敢是去人诶迄个灵堂诶时阵，甲念3遍安尼？咱若有闲，咱就拢爱念弥勒救苦真经。咱自然就知影迄内底经的意思。念经千遍嘛，吼，其意就自现，它就会有神通的。但是神通哦是无咧讲的。你若听人咧讲神通，迄就毋是神通。真正的神通就无形无相，是感应。感应就像手机啊，卡就会通啊，敢有人会去强调，会知影讲安怎卡会通？那个是专家才知道啊。咱咧修吼，伊自然就是会安尼。那么在弥勒救苦真经内底吼，有关键性的哦，有讲做这嘛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山心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好，时间已经袂赴啊嘛吼，所以搁来讲中就讲，要想成佛，请礼拜。咱敢有咧礼拜？礼拜拢安怎拜？礼拜今礼拜啊，礼拜就是头拢爱出家，身躯拢爱弯曲的。毋是安尼，拢要占便宜的，拢我足敖的，我偌大，我偌厉害。若要成佛，就要勤礼拜，迄内底拢有足深的意思吼。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因为白羊起哦，爱处理事，爱做事，毋是出家，那要有聪明智慧的心，才不会有邪人他会胡说话嘞，黑白讲话，你黑白听。久了，你也会变邪人，人毋对，你嘛对人毋对嘞。劳酸益麻，念无声。什么叫念无声？拄则如果无手通天下，就不可能酸咱的意嘞。然后念拢莫有声，好的嘛莫声，歹的嘛莫声。咱敢有迄个法度，咱只好甲袂记住。比如讲，互我想一个念，无好。就把它忘掉吧，先忘掉，故主人就袂生啊。这是功夫，伊是一步一步来，所以叫一步才一个开，无法度一步就登天。然后咱的功夫，咱的配合，要借由三宝的修持来甲倒找倒转来。所以老师讲，你的天道弟子，你为什么无要用三宝修持？三宝的修持，啥物时阵拢会当做啊？咱坐伫遐日班嘛，拢会当三宝修持啊。不然我们都在浪费时间啊。若拄着代志，遐怨天尤人啊，就无迄个聪明智慧的心来理解、来善解、来了解、来解决啦。就出来拢无好的啊。无讲话拢讨讨人的啊，无讲话拢情绪啊，拢迄个脾气，拢迄个毛病啊。未来追过程，咱拢担袂了啊！因为一切我们自己都要负责，没有人会为我们负责啊！有啦，我们的恩师会替我们承担，但是那是有时间性的。伫时间性，咱如果无一个聪明智慧的心出来，有一天，伊就现咱啊！咱家己敢担会起，我们就自己咱讲叫做反省嘛，回光返照。所以这个念无声就是拄则用无法好正法，好的嘛袂去甲想，歹的嘛佫愈毋免想。咱真啊毋是想好，毋是想歹，所以喙就开啊。想好就讲好，想歹就讲歹，想东就讲东，想西就讲西，用这个喙来咧做表达。人间就是。被这个嘴巴给淹没了，伊就乱啊嘛所以这是我提出来给咱做参考的。那么咱常常拢爱感恩，多爱忏悔。咱的白养的法就是感恩、忏悔的法门。一个人不会感恩，就没有恩；一个人不会忏悔，罪过错就永远跟着你。
所以咱爱时常感觉，我毋对伫对，拢我毋对，毋是别人的毋对，迄叫一种的智慧，迄叫回光返照。返照就是倒来照咱家己啊，不是用放大镜哦往外在那里放大啊。咱爱做敢会吼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嘛。足大个代志，咱来甲讲较细。啊，若是明明迄个无重要的代志，拢无事无代志。你嘛安尼小事，甲不无大条，大代志的吼就不得了了。然后你看道场吼，咱行三思，在三思内底啊，启动咱智慧之光。智慧之光有偌好呢？就是智慧、智巧妙玄微，良知良人推，所以就毋免强调仁义道仁义，毋免讲好自自然就好自，毋免讲尽忠自然，忠孝节义自然有吼。然后慧眼透三界，什么叫慧眼透三界？那你不就能够五行三界自由的出入吗？迄个三界就是讲咱的贪、嗔、痴。咱做有智慧的，起一粒贪你就随知，这句话是嗔恨，然后这个念头是无痴，爱有这个慧，才会慧眼才看得出。人讲慧眼才能识英雄嘛，唯有慧眼才会当透过这个贪嗔痴的三界吼，超越了三界。无互五行的束缚，十方测是非。所以你看咱的诸佛菩萨、圣人拢有这种的能力吼。然后咱就会平心平常，啥物拢平常啦，心足定的啦，足淡定的，足禅定，然后一切回归自然。因为道法自然，所以仁义嘛自然，智慧嘛自然，好自嘛自然，尽忠拢自然。咱来学修讲办行，一切都是自然。那么自然最美，这就是上水的吼。那么因为这18种哦，拄啊4句呀，只有这4句哦，哈，体会出来讲，其实咱做袂到是有原因的吼。那么上天嘛知，所以四三宝生活，要互咱修咱这条心里面，一切拢是心的问题。心若解决啦，一切就拢解决啦。心若水，法界就水；心若歹，搁伫天堂吼，嘛是落落来啦吼。所以讲修道修心，那么心修到上水就是自然安尼。那么后学就报告到这边。那么如果讲的有什么，请副前任点传师各位填写吼机稿。那么最后呢，就大家身体健康，法体充满了，谢谢。大众同齐。感谢讲师慈悲全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以热烈掌声感谢讲师慈悲。好，各位成员，现在是10点10分哦，咱休息20分钟，10点半再准时上来上课哦。